Hello，大家好，朱昌路。相信大家都知道啦，現時迪士尼喺亞洲擁有3個樂園，分別位於上海、東京同香港嘅。不過最近根據傳媒報道，泰國正在爭取興建亞洲第4座迪士尼樂園喎。泰國政府證實有關消息，話正在加速推進引入國際級主題樂園計劃，將迪士尼樂園列為首要目標，以取代早前研究嘅賭博型娛樂園區計劃。之前泰國話開賭㗎嘛，點知縮咗沙啦。泰國副總理兼交通部長皮帕特就證實已經指示東部經濟走廊政策辦公室推進有關計劃，將會喺春武里、羅涌等東部4個府預留唔超過480公頃土地，作為大型樂園嘅用地。如果有關計劃落實，預計園區嘅規模將會超越現時亞洲所有地區嘅迪士尼度假村，並成為當地觀光嘅指標性工程，有助吸引更多國際家庭客，提升泰國觀光喺亞洲嘅競爭力啦。皮帕特就表示啦，即使園區無法喺本屆政府任期內完成，仍然希望透過引進迪士尼樂園，可以帶動當地股市、建築業同旅遊業發展。當地估計啦，泰國嘅投資金額可能高達大約2560億至2920億泰銖，即係大約630億至700零億港紙度啦。而為咗爭取迪士尼樂園落戶，泰國政府將會喺東部地區建設高速鐵路同新增機場等基礎設施，亦會興建一座容納8萬人嘅世界級國際體育館，將觀光人流影響泰國東部嘅。講就好精彩啦。如果真係泰國起到迪士尼樂園嘅話，一定吸引好多旅客去泰國玩嘅，正如開島一樣。不過而家講就梗係勁抽啦，但係最尾係咪做到呢？兩碼事啦，我哋有待觀察。好，呢一集睇到先，想支持我嘅訂閱，我哋下集見。